条警察查到路边搬查，不过这个时阵驾驶直直打油门要离开。一路对头前驶，一直到警方甲围起来，才动落来。原来赛车驾驶是通缉犯。今日透早3点，伊原本驶货车停伫邦桥的庄景公园，因为停伫红线，警方要去甲调查，所以就打油门要逃走。一路倒去万安路，一直到警方开3枪才停车，伊煞落车逃走，秘去附近的公庙。对，走入来，走入可能走去遐去，走去巷仔。 要变去巷仔出去啊！巷仔遐都迄个唔知影的人，你走无路啦。蔡显以环河西路4段汽车逃逸，同仁在后尾随并顺利压制逮捕。逮捕过程中有3名同仁手脚多处擦伤，蔡显头部也有擦伤。 警方约到公庙内底4个人做伙，甲这位通缉犯赶出来。放掠的时阵，伊阁直直发真痛，因为通缉要负刑责，阁因为几若项交通违规，罚款超过5万的罚款。虽然一路走到庙内底，不过也是逃袂过，互警方抓转来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